2026年2月15日常年期第6主日，福音古人雖聽說過，我卻對你們這樣說。恭讀聖馬竇福音5章17節至37節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，我來不是為廢除，而是為成全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即使天地過去了，一撇或一畫，也決不會從法律上過去，且必要全部完成。所以，誰若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也這樣教訓人，在天國裏，他將稱為最小的；但誰若遵守了誡命，也這樣教訓人，這人在天國裏將稱為大的。我告訴你們，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賽人的義德，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。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，不可殺人，誰若殺了人，應受裁判。我卻對你們說，凡向自己弟兄發怒的，就要受裁判；誰若向自己的弟兄說傻子，就要受議會的裁判；誰說瘋子，就要受火獄的罰。所以，若你獻禮時，在祭壇前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埋怨你的事，你就該把你的禮物留在祭壇前，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。當你和你的對頭還在路上，趕快與他和解，免得對頭把你交給判官，判官交給差役，把你關在監獄裏。我實在告訴你，除非你還清最後一文錢，決不能從那裏出來。你們一向聽說過，不可姦淫，我卻對你們說，凡注視婦女，有意貪戀她的，這人已在心裏姦淫了她。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把它挖出來，扔掉，因為你喪失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獄，為你更好。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，砍下它，扔掉，因為你喪失一個肢體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獄，為你更好。你們又聽說過，誰若休妻，就該給她休書。我卻給你們說，除了姘居外，凡休妻的，便是叫她受奸污，並且誰若娶被休的婦人，就是犯奸淫。你們又一向聽過對古人說，不可發虛誓，要向上主償還你的誓願。我卻對你們說，你們總不可發誓，不可指天，因為天是天主的寶座；不可指地，因為地是他的腳凳；不可指耶路撒冷，因為他是大王的城市；也不可指你的頭髮誓，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。你們應這樣，是就說是，非就說非，其他多餘的，便是出於邪惡。上主的話。所以，誰若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樣，也這樣教訓人。在天國裡，他將成為最小的。耶穌說：我來不是為廢除，而是為成全。他成全律法的方式，是將外在的法律行為提升為內在的德行與心靈的純潔。律法的目的不只是規範外在行為，而是引導人認識天主的聖潔、真理與愛。
耶穌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這點，他完全順從天父，並教導門徒也要活出這份信服與誠實的愛。上主，懇求你藉聖祭淨化我們，革新我們，幫助我們遵行你的旨意，以獲享永生的賞報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亞孟。